针对进程中按照职业来分配注射疫苗，阁有抢残疾的乱象，互议员陈坤和批评，根本是安排顺序的无公平，加上政府准备无够，才会造成一连串的乱象。议员甚至以第5类的长辈，阁有长期照护行动无便的患者为例，认为长照已经是长期倒伫咧门床顶，抵抗力原本就较弱，注疫苗到底是有危险嘛无危险？甲市府来进一步探讨。将病毒放等卡手，就是减弱它的病毒，然后让我们的神注入我们的神安的身体，和安的身体产生这个是敌人哦，便是这个是敌人，所以呢，这敌人要侵犯爱甲杀落死，所以安的身体的免疫系统，不管是巨噬细胞或者我们的抗体出来，就跟他把它打败。这个是敌人，因为他长这样，所以我就杀死他了。后盖，这种就是敌人，所以呢，来，因为我早讲，就是这种敌人，所以出来入来按人体的时阵，我们的抗体就直接围攻杀死他。局长，我按的比例。报告议员，咱注疫苗啦，是确定疫苗对身体不是感染就好，你有回答我的问题就好。伊唔是安尼原理啦，唔是安尼原理。嘿，伊唔是感染挑起的，伊是因为免疫反应。挑起，伊唔是感染挑起，讲咱我唔是，我今仔个问你感染挑起，挑起，唔是你决定的。减毒疫苗，咱拢唔是减毒疫苗，咱这无叫减毒疫苗。咱无减毒疫苗。咱这种冠状COVID-19拢唔是减毒疫苗。另外，针对公务人员去互排入去第一线防疫，议员嘛提出质疑：到底公务人员担任第一线防疫有偌济人？以市府将近2万人的注射比例，竟然高达90%。议员认为无应该。徛伫咧市民头家立场，议员表示，伫咧乡亲疫苗还未注射完之前，伊会留伫咧最后才来注射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